公元8世紀，信奉呢個伊斯蘭嘅阿拉伯帝國咧就橫掃中亞，之後又想進攻中國噃。當時嘅總督咧就答應佢嗰兩位大將邊個先踏上中國嘅領土咧，就任命邊個做中國嘅長官。我哋嘅唐玄宗聽咗咧，就叫嗰個阿拉伯使臣咧，把後花園嘅泥土咧就攞返去，任達唔嬲呢個當然係故事啦。不過當日穆斯林軍隊係幾得人驚嘅。有啲士兵左手拿住本《可蘭經》，右手揸住把彎刀佢問你要邊樣如果唔要本經呢，即時就白刀子入就紅刀子出，其實係冇得揀嘅。喂，佢話叫你信真主啫噃，想你得到真主嘅愛啫噃。你響度阿支阿佐咁殺咗你，又有乜問題呢？幾十年前呢，小弟睇過一套電視劇《大時代》丁蟹對呢個羅慧玲就一見鍾情，死纏爛打，死都要羅慧玲嫁俾佢噃。各位，我俾我啲愛俾你噃，你真係完全冇理由拒絕我噶噃，我係對得住天地良心噶噃。丁蟹真係想極都想唔明其實呢種想法同埋行為咧，響精神科嚟講就係強迫症